消息！哎呦喂！较细腻啊，行落来讲。较细腻的人。啊，无要紧啦。甲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吼，就是讲骹骨拔断去吼，嘛有价值。哥，那是什么好消息？三弟无死哦，不但无死哦，还听讲伫咧西凉哦，咧做国王。哦，阮是伫街仔路咧奔的时阵哦，听一寡人咧回这个代志呢。是啊，遐个人吼，拢是西凉国来咱国伫咧做这个批货生理人啦。你是安怎得到消息？伊安怎讲？因就讲啥物因咧西凉国的百姓真尊重因的国王啦，讲因国王是姓氏呢，而且是咱当朝的人，武艺高强，过去吼，阁是伫东营做先锋官呢。对，这个代志哦，迄个若毋是三弟，也无是三万人。是。忘掉，老三个吼，互咱等久，哪有消息啊啦？对。死人无死，又搁做西凉国公，啥奶奶无倒转来看我？哈？啥奶奶无倒来看我？你不但无倒来看我，连一张书信都拢无寄。你是毋是甲我袂记的？这老细吼，若真是敢甲你袂记，实在是足无良心的啦。等你万声发圣地，代志都还未清楚，还你发解的圣地，迄无得甲咱的三小弟啊，伊受不得已的苦痛。哼，对有啥物苦痛？对，大哥，我是有死拢是有苦痛，若无伊袂讲，甲我等咧遮无管我。对啦，三弟夫啊，无你写一张批哦，我甲你摕来去西凉，互阮三小弟啊看。好歹吼嘛，应该爱互知影讲，你伫咧汉窑守18年咧。哦，对啦，老大，你最近的身体也无甲好啦，无我嘛比你较少年，若要送批吼，上好是互我来去。有影吼，你行路较紧咧，你这张批嘛较紧到位，嘛较紧互咱三小弟啊看到这张批，安尼个，对我紧写，你紧写。大哥，你讲。多谢你。来讲啥物多谢咯？听着讲三小弟啊无死，我大概等你共我办法做欢喜。是啦，你紧准备，我来去甲人照看做目去啦。二哥，唔免。
死拢在西北。我穿好啊啦。所以已经写好，不过偏努力。啊，你讲啥物是客气话啦？你家己身体就较保重咧。老大，也无地府啊，你着好好甲伊照顾。我会一路甲人分饭，赶紧赶到西寮来去见着老师。要